好，家下啲嘅睇嘅影片地圖，大家有看到阿鳳嘅老王太個學到當多有關啊種咧植物嘅寫技巧、寫要領、寫樸素吼。啲尾都講到一陣吼，我情感都一想到我後生嘅下做嘅歐巴嘅事情，係嘛嘅就係嘅買嘅仙人掌轉來屋卡吼，結果看見一眼，有我早早嘅感覺，我就見淋水。聽一眼，要過一年咩？嗰時候要過淋一擺。第三年，我咩kyung用，過年第三多嘅講用辦去，忙到一個禮拜嘅仙人掌嘅筋啊，幾隻面睇去，爛睇去，幾條細槍槍，真嘅啊！嗰種吼，種啲植物冇按過啊，比如講講到誒，哪條植物愛淋幾多水啊，哪條植物愛全日照啊，哪條植物要種得本日頭出隻尖多，唔過要愛曬到日頭，真嘅當功夫哦。唔單止係種花草天天，還做得培養你平常時嘅，細心細意又係耐心，呢條真嘅係老成法，韓國人嘅趣味，韓國人嘅心態，要做得結合嘅一種學問。撒下嚟，跳下嚟，看一下家下啲地圖，要看到哪條詞類咯。第一隻，剪刀，剪刀。剪刀，剪刀。第二隻，利，利，銳利，銳利。第三隻，尖尖，尖尖，尖銳。撒下來。跪下豬，跪下豬。整個下午，kyung用哦，記得要邊條做唔得，念做跪下豬，安尼就做唔得了。聽錯要念做跪下豬。下擺來看一下記嘅，剪刀清理，剪刀清理，剪刀。最銳利，剪刀最銳利。下擺，剪刀尖尖，輕危險。剪刀尖尖，輕危險。剪刀很尖銳，最危險。剪刀很尖銳，最危險。剪刀尖尖。輕危險，記得嚟危吼有屁音哦，有屁股嘅音吼，危。下擺，跪下豬無限，跪下豬無限。整個下午忙碌，整個下午忙碌，跪個下豬吼都無限恼差吼。